安靜奢華係而家設計嘅潮流，無論係時裝設計定係產品設計，安靜奢華都係高端品牌追求嘅風格。但係點樣將安靜奢華帶入室內設計入邊呢？今日就同大家介紹下室內設計界嘅安靜奢華，意大利現代風。奢華喺好多人嘅眼中，可能都係金光閃閃、設計複雜、充滿雕刻嘅風格。但係隨住時代嘅轉變，而家更加流行嘅係注重手工、材質同埋線條嘅安靜奢華。意式簡約風捨棄浮誇嘅裝飾，家私好似藝術品咁利落，每一處嘅細緻都隱藏住意大利工藝嘅靈魂。呢度嘅奢華唔需要張揚，一縷晨光，一件原木家私，一片灰白質感，就已經係純粹嘅優雅嘅印記。準備好體驗 Less is more 嘅極致境界未？一眼望落去，你可能覺得意式簡約風好簡單，但係真正嘅奢華並唔係要俾人覺得你有錢，而係整體嘅設計上達到一種舒服而微妙嘅平衡。而呢一種嘅平衡，只有定製家私先可以做到㗎。例如係櫃同牆之間嘅位置，原本會顯得突兀，但係設計師用咗弧線去修飾兩者之間嘅空隙，再用弧形設計形成一個飾櫃。另外，意式簡約風注重嘅係簡潔實用，家私通常都係用乾淨嘅線條裝飾，唔會用太多外露嘅把手。相反，比較多用一啲隱藏嘅把手設計，令成個設計更加利落。主人房同客房相比起以往嘅設計都更加簡潔，但又不失現代感，同時又唔會因為呢一份嘅簡潔而顯得單調。究竟設計師施展咗咩魔法呢？原來係用咗金屬做點綴，金屬喺呢個設計上起到好大嘅作用。除咗做基本牆身修飾之外，仲係衣櫃嘅門把同埋裝飾櫃嘅門框，喺一個統一嘅設計語言上加入相同嘅物料，就能夠令成個設計變得高貴而百睇不厭啦。你都想擁有一個意式簡約風嘅家？快啲嚟揾我傾下啦！如果你對我哋嘅設計有興趣嘅話，就記得 inbox 我哋啦，記得訂閱埋我哋嘅 channel，唔好錯過最新嘅資訊啦！